09年第3題，小芬利用家中嘅電腦做功課同埋收發電子郵件啦，咁希望建立一個檔案分享嘅服務，等佢啲朋友可以透過佢部電腦去上載下載相片啦，同埋一啲視像嘅片段啲 movie。A. 描述翻小芬需要作出2項嘅主要升級方案，並加以說明。咁答案就係要有咩需要升級呢？就個硬碟啦，個 hard disk 咁可能需要加大啦，咁你個速度呢就要快啲啦。咁另外個緩衝區啊、buffer 啲可能都要需要提升啦。咁另外第二呢，就互聯網嗰個連接嘅寬頻，咁可以將佢加大嘅，譬如6 M 啊、10 M 啊、100 M 啊等等啦。咁 CPU 亦都可以提升啦 ，RAM 要加啦。另外數據機嗰啲速度要加啦，軟件可能需要亦都要更新嘅。B. 小明係小芬嘅海外朋友，佢建議小芬透過個人電腦呢去做視像會議，但係就唔係用呢個流動電話做視像會議。咁試舉2個原因呢。咁答案就係呢：第一，透過個人電腦上網，然後做呢個視像會議呢就比較平啲啦，或者你可以講話免費啦。咁第二呢，個屏幕就會大啲，起碼大過電話噶啦，清晰度會高啲。咁而且可以同時供幾個人去一齊去做呢個視像會議。咁另外特別功能呢，可能有啲 file transfer 可以傳送檔案俾人哋啦。咁以下呢個係小芬嘅一個網頁啦。咁我見到有幾幅圖啦，另外有個 href 好 C1。咁第2行嘅代碼係咩目的呢？咁 A 然後 href bdate.avi， 咁呢一個係一個超連結嚟嘅。咁用戶一撳落去嘅時候就可以下載一段嘅影片，咁就係 bdate.avi。第二，網頁中呢就有6張嘅相，會唔會係用翻跟翻佢3行咁顯示呢？咁答案呢係未必嘅，係視乎翻嗰個視窗嘅大細同埋影片嘅大細。咁如果個屏幕個大細呢係細嘅話呢，咁佢就一定係分開6張相一齊6張相顯示啦，分開6行。咁但係如果個視窗係大嘅話呢，就可能會係幾張相同時顯示喺同一行都唔出奇。咁個原因就係呢，佢幾張相之間呢係冇加一個 P 或者係 BR 嘅，咁所以佢就唔會斷行，唔會落下一行。咁第3，小明發覺要逐張相去下載非常唔方便啦，咁所以6張相要撳6次先可以下載啦。咁點樣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呢？咁個方法就係呢，我哋可以將6張相壓縮咗成一個檔案，譬如叫 photo.zip 啦，然後再加翻一句超連結 href 等於 photo.zip， 咁你撳嘅時候可以一次過下載6張相，然後再將佢呢解壓。咁第2個方法就係呢，佢可以透過軟件呢就將6張相就結合成一張嘅大相。咁於是個超連結就可以變一變啦，就 img 個 source 等於 photo.jpg， 咁一張大相一次過將佢 download。